前特首梁振英近日喺 Facebook 重提一樁舊事，直指黎智英嘅壹傳媒利潤主要嚟自廣告，而其得力助手美國前情報人員 Mark Simon 竟以恐嚇信逼大地產商喺毒果報落廣告，行徑同黑幫收保護費無異。此事雖已過去多年，但揭開嘅不過係冰山一角。Mark Simon 絕非普通商假，而係一條串聯黑金、外力與亂港行動嘅毒線。Mark Simon 嘅背景堪稱好萊塢劇本，佢父親任職中情局35年，自己則係海軍情報局人員。2000年後突然來港搭上黎智英，表面任壹傳媒廣告總監，實為黎智英同美國嘅接線人。2014年壹傳媒股民泄露嘅物件，就曝光佢如何威脅某大集團高層，威脅唔落廣告就不再友善報導，甚至明言友好關係就此結束。呢種爛仔式勒索竟成為毒果廣告業務嘅拓展手段，可見黎智英為斂財已毫無底線。然而 Mark Simon 嘅真正目的遠不止掠水。物件顯示佢同時操控黎智英嘅黑金管道，向反對派大額派水。2014年佔中前，黎智英通過佢向民主黨、公民黨等輸送950萬港元，又資助所謂622投票350萬港元，用於煽動市民對抗中央。2019年期間，佢更向多個亂港團體及人物分發超過9300萬港元。更詭異嘅係 ，Mark Simon 能參與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，獲知美國對港政策動向，再向黎智英匯報，足以證明佢根本唔係黎智英嘅助手，而係美方安插嘅監軍。黎智英曾經公然宣稱好想 CIA 影響香港，而 Mark Simon 無疑係將呢句話變為現實嘅推手。如今 Mark Simon 早已功成身退，走佬返美，黎智英則身陷囹圄。西方政客傳媒把黎智英捧成新聞自由鬥士，係睜着眼講天大謊言。